日其實係好特別嘅日子啦，3月21號應該係琴日嘅嚇，咁就係媽咪嘅生日嚟嘅，呢個係俾媽咪一個好好嘅禮物嚇，大家都好開心啊，其實係非常之激動啦，我都太高興啦，琴日嚇成晚都瞓唔着啊。而在拍攝的當天，雨熙的媽媽跟我們說，比賽日時，雨熙給她包了一個大大的紅包，但是比起紅包，她更想要的是這份大大的禮物。呢個咁重要嘅賽事可以打比大賽出到場，幾多分鐘都可以㗎啦。雨熙拿球，1-2了，罗德先可能终于拿到了，出球了。美丽的。
的漫画，大家唱的都是我写的歌。妈妈的心不让你看见，温柔的事不在她心里面。有空就多多握握她的手，把手牵着一起梦游。听妈妈的话，别让她受伤。想乖乖长